喂，南妈。你在哪儿？哦，我在车上呢。我临时接了个电话，去见一个比较重要的客户。办完事以后我就回去。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记得今天是你生日，礼物我已经买好了。那好吧，那一会儿见。晚上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孩子怎么会丢呢？我刚刚接到幼儿园的电话，他们告诉我娜娜不见了。我赶到幼儿园去找不到她，他们说娜娜在课间活动以后就不见，他们不知道谁把孩子领走了。然后呢？会不会是乃梦姐知道我们的事情，然后把娜娜带走了呢？不会的，千万别这么想。就算乃木知道我们的事情，他也不会去伤害孩子。乃木的为人我知道，刚才我在车上还接他一个电话呢。谁？该不会？谁？我不想说，我现在脑子太乱了，我现在找不到我的孩子。我突然觉得我是不该介入你跟乃梦姐的生活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先别着急，听够了啊！着急，再好好想想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这是我为你选的生日礼物。我知道里面是钥匙，也知道你今天去 4S 店买车了。生日快乐！和他抱在一起，感觉好吗？那么，你听我说，爱宝的孩子丢了，我过去只是为了跟他找孩子，还有，我能对他是想安慰他。
们离婚吧。你干嘛要这样呢？你干嘛要那么傻呢？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那个孩子是你的吗？这里面很多事情一句话说不清楚。那么，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，我好好解释给你听？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什么都不想要听。那套房子是你给他买的吧？家也是一起布置的吧？我离了婚，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他那套房子。